現在我們說的是尋龍點穴看殘山，一重殘山一重關。10幾年之前未有嗰本小說嘅時候，我哋學陰宅風水強調嘅係入山觀水口，登月看明堂，來源於說心庫。一但凡古代尋龍點穴咁計數，我嘅穴位定咗喺對面嗰座山，我一定要行過嚟呢一座山去觀察對面嘅情況噶噃。來龍配座水配向係由楊君松先師嘅《天玉經》裏邊提煉出嚟嘅，原文係龍要合向，向合水，水合三吉位。嗱，陰宅做莊拍個視頻梗係過癮啦，收利是嗰陣時仲過癮啦。一但凡真係嗌你入山嚟做嘢，作為 City Boy 而言會辛苦嘅。